生出来的一种情绪，叫心情。所以他只有豪气，没有豪情。他还有豪气，有豪气，可是没理念，所以他会冲动，他会失控，他会失真，他会失灵，他会失态，他会失礼，他会失德，他会失言，他会失主，会不会？会，因为里面就是有情绪在主导。所以华是要让我们知性情之真，明物意之害。物意它会膨胀我们自己，它会膨胀了我们自己。变耳目之蔽，我们的耳目、我们的耳朵、我们的眼睛被什么蒙蔽了？被我们的欲望蒙蔽了，我的嗜好蒙蔽了。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当事者迷，所以旁观者已经知道问题点在哪里，可是你还是要跟他在一起。你知道别人已经知道跟他在一起会产生什么后遗症，可是你还是要跟他在一起。重点是什么？你的心被爱情冲昏了头。赌博，每一个人都知道不好，每一个人都知道，他知道会家破人亡，每一个人都在提醒，可是为什么就是会沉溺下去？让赌博迷失了你的心，被赌博蒙蔽了。所以变耳目之蔽，学纯养之方。要学习，我要放什么东西进入到我的内心世界才有养分？放哪些东西？哪些东西要搬掉？哪些东西要搬进来？搬进来我的内心世界，我才有养分，对我才有帮助，对我的思维、我的观念、我的心态才有养分。这个要不要学习？要。从哪边学习？从要学习华理，要入班，慢慢学，慢慢学，慢慢熏陶，习生察之方。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，其实重点不是在看外面，在看谁？看自己。自己越看越清楚，越看越清楚，审查越严格，越能够知道本心之存亡。你的良心在不在？你礼让的心在不在？你的正义的心在不在？你慈悲心在不在？审查越严格，你越知道我的心在不在，我内心里面存在了什么心。所以法的功能就是具备了这五样。这五样以后，相对的，有人说来佛堂听道理没兴趣，不喜欢。我们去医院看医生，有没有谁想要很喜欢去医院找医生看病的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可是这个跟兴趣有关吗？跟兴趣无关。跟什么有关？跟健康有关。我们心灵创伤了，我们心中有病了，我们要不要让医生诊断一下我们哪里有没有病？要不要？要。让医生好好帮我们做一个检查，好好帮我们做一个治疗，跟兴趣有关吗？跟兴趣无关。跟什么有关？跟幸福有关。所以经过接受法理的、接受道理的洗涤，
让道理的东西装进我们的内心之世界，让我们解析更清楚，让我们的心态的抓住重点，有方向，让我们好好来疗愈我们自己，让我们的心胸知道说哪些要搬掉，哪些要放进来。那不是跟幸福有关吗？我们知道我们不幸福的因素已经很多了，那我们要不要找到我不幸福的因素在哪里呢？我们要不要勇敢面对？要不要严谨面对？那跟兴趣与不兴趣有关吗？所以我们好好看一下，这些人幸福吗？这些人幸福吗？这些人接受华丽的洗涤，他学什么？学厨艺，学听讲，里面有小朋友，到老人，到青少年。青少年每一个人在那边接受了我们每一个活动，每一个读经会考，每一个人，你看看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他们在学习，他们在入法会，他们在入班，他们在学习啊。他们在每一个人，从青少年到青年到壮年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难关，每一个人心灵都会受伤，要不要止痛？要止痛啊！所以说，今天跟兴趣无关，跟人生的幸福有关。所以知道爱心、耐心、贴心、专心、信心是做人做事成功的条件，就是做不到。重点在哪里？重点我们心病了，又不认真治疗，又不认真疗伤，我们连自己哪里病了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不自爱，怎么去爱人呢？怎么去爱这个家呢？所以学理才能够明理，明理以后才能平理，平理以后才能入理，入理以后才能修理，修理的目的就是要合理。每一个从小朋友到老人，每一个家人都能够在明理、在学理、在明理互相之间遇到有意见不同，我们拿出真理、礼义廉耻来互相评理。每一个人在真理底下要低头，所以我们在修理谁？我们不在修理别人，我们在修理自己，让自己更合理，让自己更合理，让这个家更完整。所以法的目的就是要心心相印，透过这个理，让我们每一个人以理做规范，打开我们心中的门，让每一个人上一代的门跟下一代的人，我们的门都把心门打开。每一个人用理来评理，每一个人内心是干净的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形成共鸣、共识，而且那这样会不会同心？心心相印，靠着法理。有法理以后，我们来强化我们的身心了。道理要听，可是要不要什么？要不要强化？要。那个强化就是落实扎实。落实扎实在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和我们的心灵。所以强化抵抗力和抗拒力。我们要不要抵抗力？要。外面的磨难我们要撑得住，有一些我们要担当得起来的，要承担的，可是要抗拒什么？抗拒诱惑，要抗拒诱惑所以有些人耐得住寂寞，经不起诱惑；有些人扛得住贫穷，经不起富贵；有些人走得过风雨，经不起平淡。寂寞耐得住寂寞，扛得住贫穷，走得过风雨，这个就是有观念就好了，有观念就好了。这个没有理念没关系，这没有理念关系，这里面靠意志力而已。那个意志力，它针对他的欲望，他有观念就好了。
所以寂寞、贫穷、风雨，他有意志力，可是往往会意气用事，往往会感情用事哦。所以之所以会感情用事，会意气用事，所以才会经不起诱惑，经不起富贵，经不起平淡。因为意气用事、感情用事，所以经不起诱惑，经不起富贵，经不起平淡。因为没有理念，没有规范，没有经过道理的洗涤，里面没有装进去，没有我们的心态、我们的观念里面没有装进去道理，没有装进去法理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莲在泥中显清净，人在尘中练心性。花在风雨露任性，人在娑婆养德性。所以莲花在泥中，花在风雨，人在尘中，生在娑婆。我们在这么困难的污浊的环境中，我们在磨练自己的身心，在历练自己的身心，让自己更加有抵抗力和抗拒性。而我们要强化了我们的抵抗力和抗拒性，就是要严格遵守规范。严格遵守规范啊，随时要疗伤，随时要回来佛堂。不要说，哎呀，我在家里我都有在修道，有没有在修道？看他有没有融入在团体里面，因为那个就是一种气度啊。所以强化是精进的展现，强化以后它会展现一种精进，精进是信力与愿力的结合。你相信了这个真相，相信了灵性是我们的主人，而且我们的方向已经点传师已经跟我们指引了，知道要往哪边走了，而我们要下定决心，下定决心就是愿力。所以有方向，而且下定决心以后，那精进才会出来，这个精进才不会错误，努力才不会错误。而努力方向对了，决心也下定决心，要好好遵守规范，遵守这个蓝图，好好往我们的目标达到这个道。那道的道品，那个品里面有那个品里面，它那个结果，道的那个结果的高下的枢纽，就是在精进。所以道令智商思辨，情商圆融。精进让我们智商思辨，情商圆融。我们的智商，我们的情商，我们智商能够很明辨，我们的情商能够圆融，相互之间圆融。所以精进以改变认知为前提，以自重自立为条件，以专注学习为重点，以真诚不屈为动能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这部分我们大概看一下就好啊，也确实要以这几点为一个基本基础，那精进才会扎实。第六点，灵具资源以养性德所以身体要不要有资源？身体要有资源，身体的资源，身体的粮食就是物质，就是要赚钱，赚钱你这个身体才能过得了，因为我们是凡夫，一定要赚钱所以身物是身体的粮食，情是心的粮食，感情是我们内心的粮食我们内心的粮食，我们感情越多，我们的情越多，那相对的，我们内心里面也有温度，也有温度。所以我们要有物质生活，也要有感情生活，也要有感情生活。可是有物质生活，有感情生活，还够不够？不够，因为我们不只有身心而已，我们的主帅是谁？是灵，灵的粮食是什么？是德，是德性，是功德。
所以我们都在顾我们的身心，让你感觉很舒服，让我们很安逸，让我们很温暖。其实都是在身心，而身心是工具，你都在身心里面做文章，都是在用功夫。其实你的主帅，这个主帅，你忘记主帅要什么？你主帅真的要是仁义所产生出来的功德。所以，当我们的主帅没有粮食的时候，会变成灵不活、灵不感、灵不通、灵不气，没有动能，灵魂活不起来，灵魂也没有办法有灵感，也没有办法感应，灵魂也没有办法通，没灵通，我们灵魂也没有办法气机，没灵机。那灵活、灵感、灵通和灵机是不是在我们一生当中很重要？对，那是我们要面对事、面对人非常重要的一环，而那是我们灵性里面具备的本能。而当它没有粮食的时候，没有灵性没有粮食的时候，它是灵活不起来的。灵它是感应不上的，灵它是不通的，而且灵不通，心就不通，而灵它是没有办法契机的，没有灵机的，所以叫做我们要契机保帅，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。我们的身心里面欲望越少，满足点越低，我们越快乐。所以要不要牺牲？要。怎么牺牲？就是舍，就是舍，舍就是放下，放才有生机，所以叫放生。放下才有生机，越舍得，你越能够得到，越有生机。所以要牺牲小我，你才能顾了大我。放下了你这个身心的感觉感受，你才能顾全大局，你才能顾了你的大我，叫顾全大局。我们身心是小局，我们身心是感觉感受，一种虚荣，感觉感受是虚荣心而已，它是虚的，它不是真实的。真实的东西是德性，所以要把虚荣的东西放下，牺牲小我，你才能完成大我，才能顾全大局。所以叫小不仁则乱大谋，会影响大局。小的感觉感受，你不克服、不约束、不规范，那相对的一定会影响大局。你的人生这一盘大棋会走得乱七八糟，走得一败涂地，走得战败而归。所以中庸才讲，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。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。以前呢，做大生意，我们是不是要越做越大？从小生意要不要做大生意？要。做大生意就是要赚大钱。赚大钱怎么赚大钱？要走出去，走出国际，扩大营业才能赚大钱。所以要做大生意，是不是要扩大营业？要。那我们相对的，我们要从小德要变成大德，小德要变成大德，那我们要不要走出去？要。我们不只有要顾好自己的身心、身体、心灵要顾好，要不要走出去？要。你只有顾你自己而已，没有顾到走出去外面赚钱赚功德，那你赚的功德会多吗？赚不多。所以自己累积条件，把自己调整好，强化自己的身心，健全自己的身心，来，要不要走出去？要。所以独善其身，绝对不可能道化天下，绝对不可能。所以唯有道化天下，才能够大德敦化。
才能够大德敦化。所以我们要现在做的、现在行的，要大爱、大义、大理和大智。以后我们才有和大成，以后才能赚大功德。所以赚大钱跟赚大功德一样，都是要有一种心态，一定要走出去，一定要扩大，一定要走出去，要融合跟整个国际接轨。一定我们要赚大功德，也要跟兄弟姐妹接轨，要核心，要跟他们融合在一起，要跟他们融合在一起。所以大学知道在明明德学大，学大里面它是由自家。在明明德就自家小德，就是在明明德。由自家小德要做亲民，要走入大家和大德。由自家走向大家，由小德要走向大德，叫亲民。那以后止于至善就是归宿，就是适得其所，就是真正的那个就是最善的一个归宿，就是我们。最善的一个归宿，所以大功德必须要具备这4样东西。我们要赚大功德吗？要。可是第一个要具备授权，要认证，要授权。谁给我们授权？我们的祖师弥勒祖师，我们的济公老师跟我们授权，授权给我们点传师可以传道，我们呢可以度众。点传师传道，我们可以度众，请人家来求道。我们度众以后，我们可以办道。唯有这样才能够赚大功德。办道以后，我们融入大家，把老师后面的大教育我们的心灵，从每一个人一直教育上来，跟刚才我们在看的那个。活动一样，从小朋友到老人，每一个人不同的教育，要不要推动？要推动。这个要不要老师授权？要老师授权。没有老师授权，任何人都干不了。所以以前只听到在修道，没有听到在办道的，而现在我们能够有办道。还能够点到，那我们何其荣幸！第二个时机，现在就是世界这个混乱的时候，每一个人最缺的就是什么？道理的知恩。每一个人最缺的就是方向感。我要往哪一个方向，我才能安心，我家才会幸福。最缺这个。现在也是我们把道传出去最好的时候。还有一套的组织，我们不是自己一个人走，我们有祖师爷的，还有老师的授权，而且我们有老前人、有前人的带领，还有点传师的带领。我们各单位有领任、有组长、有坛主、有人才、有讲师，这整个组织系统，每一个人都是担任不同的工作。这组织里面，它有总务，它有教务，它有公务，它有学务，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共同去扶持的，共同去帮忙的，就完整这个组织，让这个组织里面有这么完整，而我们在走的过程里面不寂寞，有一个完整的组织和体系。而且又有那么多的资源，那个资源就是软体和硬体的资源。这么好的道场，这么好的一个硬体资源，还有软体资源，这么好的讲师。好，最后呢，就是结论。结论在这个部分大家也看一下，有努力方向，修正重点，就是第一样，不走冤枉路，依照准则真理拉近人我的关系。而在于自在行行的遇到。第4点，风雨磨难中。
疗伤止痛，透过听道理，透过法理的力量，健全自己的身心，强化自己的抵抗力和抗拒力。经得起诱惑，能够有坚毅的心，一步一步慢慢走，而且又能够在健全身心的状态，健全的身心在有前线、有方向、有组织、有资源的平台，有这些平台，我们能够好好的行功立德，这样又有方向，又有前线，又有组织。现在缺什么？我们自己，我们临门一脚，你愿不愿意？只要你愿意，不枉此生，我们能够真的回到我们的家，我们回到我们的小家，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也会温暖，经过这样也会温暖，也会像一个家。以后回到我们的老家，我们的灵性的老家，也会待得住，也会问心无愧。以上后学就用这个题目，就是回家的路要事先布局，这个题目来跟大家共同分享。如果有不圆满的地方，也请先火慈悲赦罪，请我们点燃师，还有各位前贤，指教。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大众请起立。心意义和线上启慧班班元成，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礼，前到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前人慈悲鞠躬，感谢父前人慈悲鞠躬，感谢各位点传师慈悲鞠躬，感谢讲师慈悲鞠躬，坤道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前人慈悲鞠躬，感谢父前人慈悲鞠躬，感谢各位点传师慈悲鞠躬，感谢讲师慈悲鞠躬，感谢大家。